有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当人甲你学乐的时阵，你安怎回答？特别是当这个学乐，你感觉敢若对啊，敢若毋对的时阵，你要安怎回答？有一届马克吐温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个会议中间看到一个 lady 一个女士，感觉真水，伊就甲学乐讲：女士啊，你真正有够水。这个女士甲伊讲吼，多谢你学乐，毋过我无法度用共款的话甲你学乐。拍算伊感觉马克吐温生了无好看。马克吐温讲：毋免啦，我不需要你学乐，你只要甲我共款哦，讲一句白贼话就好。日本人咧对这个学乐，还佫有一个讲法，我感觉不只有意思。讲，我听你即句话吼，我毋知是对啊毋对吼，毋过就是毋对的吼，我听了嘛真爽快安尼。有时阵，咱会拄到一寡人对咱学乐，咱应该爱愈有谦卑的心来接受，也来伫主的面前将荣耀归予上帝。伫今仔日，咱要同齐来搁再思考，伫咱圣神讲道系列中间的第10讲，安尼连续已经有第10讲。我感谢咱的这个 IT 的同工，有将过去所讲的一讲一讲拢有录影，同时我有做成这个华语版，加着这个英文的这个咱的文本。所以，若是咱要了解以前牧师所讲的，咱会通移到伫咱的网站内底，伫个所在有影音，嘛有录音，嘛有遮的文字。咱今仔日第10讲，咱所要强调的，咱所要讲的主题是关于耶稣甲着圣神。咱的题目是“互圣神所充满耶稣”。如果咱若要找一个人，甲圣神关系介密切，对伊的生命中间，咱会通看到圣神咧做工。那呢，这个人的确是耶稣。耶稣伊一生甲着圣神密切关联做伙，对伊开始出世，对伊的成长，伊接受洗礼，伊受到试探，伊公开出来侍奉上帝，伊传扬上帝国福音，伊医病，伊赶鬼。到伫伊，互人定时伫十字架顶，伊对四个活，到伫伊上天，每一个步调，每一个坎站，每一个环节，咱拢会通看到圣神在做工。圣神甲耶稣的关系遮尔密切，互咱会通讲，若毋是圣神，咱差不多无法度了解是安怎耶稣会通做遮个代志。咱嘛会通安尼讲。拄拄因为因中间这个密切的关系，耶稣用伊的生命，咱来显明，当一个人若互圣神所充满，还是讲伫伊生命中间有圣神的时阵，伊会通活出什么款的生命？耶稣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也要行伊；上时比这个搁较大的代志，也要行伊，因为我为伫爸。耶稣归伫爸，就是要找见圣神来，找见圣神来到伫咱中间，点伫咱的生命内面，互咱会通做伊已经所做的代志，甚至当咱同心合意来做这代志的时阵，耶稣讲，恁所做的，甚至要比我所做的搁较大。圣神要丰丰富富来充满耶稣，如今也受到耶稣基督的差遣来到伫咱中间，要帮助咱。真实去经历伫耶稣基督内面所完成的救恩。耶稣的救恩非常的丰富，总是有时阵咱敢若担着一部分，是因为咱无互圣神来引带。当圣神引带咱的时阵，耶稣所完成这个救恩，咱就一步一步愈来愈丰富来去经历。同时，圣神来临到，也要引带咱会通活出亲像耶稣迄款的生命。当然。今仔日重点放伫圣神甲耶稣中间的关系，咱介起头要来看的，就是圣神感恩。
这是关于耶稣的出世。耶稣一个出世，伊就已经甲圣神有关系。伫福音书内底咧见证的代志，就是耶稣的出世甲圣神有关系。天使伫约瑟的梦中来显现，对着约瑟讲：“大逼的后裔约瑟啊，你毋免惊，你着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着圣神。你要生囝啊，玛利亚要生囝，你着甲伊号名叫做耶稣。是安怎要号名叫做耶稣？因为这位耶稣伊来有一个要紧的使命，伊要救伊的百姓脱离罪恶。约瑟伊有顺服上帝，所以伊带玛利亚。天使也对玛利亚咧讲：圣神要临到伫你，至高者的权能要指引你。所以对你所生的，要称做圣，做上帝的囝。甲约瑟同款，玛利亚也用顺服的心来领受当初时伊也无法度了解的代志。伊对天使安尼讲：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对咱人来看，耶稣是妇人人的后裔，因为伊对妇人人出。所以对圣神来看，耶稣是通过上帝所差遣的圣神的做工感恩，然后成做人的款式。咱拢读过神物，伫神物内面，咱讲人的生团是经过男女的结合，才会通生产。所以所谓的处女生子，也是讲在世女生囝，伫生物学上，人认为无可能。所以，侪人，特别是这些科学家，因对着圣神感恩这个议题，因是保持一个谨慎尊重的态度。因无去挑战，也是讲有的时阵去挑战，也是有的时阵因片面试图去解说这个信仰。拢是处女生产，也是讲处女生产。这伫科学上，有的时阵该叫做孤雏生殖，就是干那女性来生产，有时阵称作是单性的生殖。这种生殖的现象，事实上是出现伫侪较家庭的动物。咱讲，咱这个兔死的蝉，伊是一种单性生殖。譬如讲鸭，有一种鸭叫做孤叶蛾，还有一种糖，当然不是庄稼糖，是直接糖啊。这种糖，伊嘛是一种单性生殖。女性本身就会通生。伫2008年、06年，卫报啊有一个报道，这个杂志啊，这英国的卫报哈，Guardian啊，这个文章是安尼写，叫做科摩多祭司将在圣诞节处女生子。这个报道是咧讲英国有一个动物园。这个动物园叫做 Chester Zoo， 咱的教会叫做 Chester Brook， 伊这个动物园叫做 Chester。伫这个动物园内底，因有饲一种的动物叫做 Komodo dragon。这个 Komodo dragon， 咱该翻做祭司大只的这个蜥蜴。台语唔知你知安怎读，啊唔知安怎读，蜥蜴要安怎读？台语你要安怎读？有人讲叫做蜥蜴，怪怪哈。咱台语叫做豆丁。有的时阵叫做四脚蛇，这种的豆丁也是四脚蛇，是足大只。然后伊咧报道讲，因所饲的这只豆丁无经过交配，然后生卵。这粒卵伫迄个圣诞节，拄伫圣诞节迄一天，伊要来生这个孵出一只细只的豆丁。换句话讲，这个报道若是实。就是讲，伫即个处女生团，还是讲处女生囝，伫比较较高等的生物顶悬，嘛是有可能会通发生。线接伫2007年，英国皇家的科学会，伫因有一个通讯叫做生物学通信 （Biology Letters）。咱看到即个图，有一种鲨鱼，这种鲨鱼真特别，你看伊的头，敢若亲像一个钢槌所以伊的名叫做头推鲨
讲腿啊腿啊腿头沙腿头沙。它这只腿头沙真特别，就是讲伊身躯的 DNA 只有老母的，无有这个公的这个鲨鱼的一个 DNA。这种动物是一种脊椎动物。就讲伊比头拄咱所讲的这个杜定四脚蛇更较高等。过去无认为讲有可能会通对这种较高等的这个生物内底有这种无性生殖这款的模式，但是因报道讲竟然会发生。高等的动物陆续互人发现，竟然有一款孤雏生殖的这种能力，实在互人感觉不可思议。嘛，真歹解释。随便到伫现今，伫人所属的这个哺乳类，咱也无看去有所谓孤雌生殖这款的现象。当是啥物人会通排除这种可能性？当创造万物的上帝介入伊所创造的万物的时阵，新业有时阵会发生。它高等的动物有这种无性生殖，已经无法度去想象。那玛利亚在息女生囝。佫较是超越伫人的想象之上，因为伊所怀胎是上帝的囝，伊所怀胎是对上帝来，是对圣神来。玛利亚圣神感恩生耶稣，咱会通甲伊了解，这是一个新约的记号，是要向人显明上帝伊的气力，超自然之上的气力，生成的气力，伫某一个时阵有可能会介入伫人类的历史。要完成一个特别的历史的一个使命，佫较要紧的，这也是一个新约。若是这甲一个新约，对咱来讲意义有，总是毋是遮尔大。就是这个新约介宝贵的所在，也是敢是一个新约记号，伊是一个疼的记号。因为对圣经的记载，咱会通看去，迄个因为圣神感恩所生出来这个人子耶稣。伊一生所活出来的生命，是一个疼的生命。通过伊的生命，人会通愈搁较了解上帝是疼这个真理。若毋是通过耶稣，你讲上帝是疼，人点彩会通讲毋是。总是通过耶稣，认真看耶稣一生，咱不得不伫上帝的面前承认一个真理，就是上帝是疼。但马太福音书到着路加福音书，伊是对伫耶稣的出世来讲到伫耶稣。若是约翰福音书，伊是将这个时间拖去到伫永远。所以当你咧看耶稣的时阵，毋是干那一个人出世安尼尔，伊是对永远的道，超越伫时间之上的道来看耶稣。所以约翰福音书用道成肉身来说明耶稣出世伫世间。迄个对太初就有，上是甲上帝三角地地本身就是上帝的道。即个时阵，成做肉身人的款来到伫人的中间。迄个三位一体中间的圣子上帝，成做人的囝耶稣，伊除了甲人同款有罪身躯这款的形状，伊来到伫世间。所以照着肉体来讲，耶稣基督若是时间的行列。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伊是大卫的后裔。总是照这个道，伊是比亚伯拉罕更较早，伊是比大卫更较早。所以耶稣有一解，人咧讲到伊甲亚伯拉罕的时阵，耶稣安尼讲，也未有亚伯拉罕就已经有我。当人讲到大卫的时阵，伊讲大卫也着称我是伊的主。道成肉身是为着救赎。若毋是为着救赎，就无需要道成肉身。救赎是要拯救人脱离罪，将人对罪中间赎回。罪是因为咱有一个身躯，咱的身躯会犯罪。罪是伫人的身躯中间的罪王在掌权。那你要将人对这个罪身躯中间来赎回，必须要献上赎回的罪。这个赎回的罪必须要有一个身躯。必须要将身躯成做赎回者，才有法度将人对罪中间来赎回。通过圣神的感恩，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就是咧价顶的死，就是要完成这个救赎的工程。
所以咱看去，伫即个救赎的工程中间，三位一体上帝因的做工，信拜上帝差遣圣囝耶稣基督。即个圣囝也欢喜顺服伫爸上帝的旨意。信拜上帝为着即个圣囝备办一个甲人同款的身躯，一个圣囝伊也欢喜伫即个身躯内面，照着应该行的来行，顺服伫信拜上帝。到伫落尾，伊将伊家己的身躯献上，成做赎回祭。咱会通看起整个上帝救赎的工程中间，圣耶稣的圣神感恩、道成肉身，意义就非常的大。若是耶稣毋捌用人的肉身的形状来出现，伊就袂通救人脱离伊的肉身。伊的身躯若无显伫十字架顶，互人钉死，互人拍破，互人拆裂，伊就袂通成做落尾会通成做享受生命的神。整个圣神的感恩、道成肉身的过程，咱看起三位一体上帝共同来完成整个救赎的工程。爸差遣囝，囝顺服爸，对天降临，然后圣神和玛利亚感恩，生下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圣神毋也是伫耶稣出世的时阵，甲耶稣三角伫咧。佫较要紧的，就是当耶稣开始咧成长的过程内面，圣神也甲伊三角伫咧。圣经无甲咱记真济关于耶稣对伊细汉到伫伊出来传道中间的过程，不过有一个记载，就是讲耶稣12岁时阵到伫圣殿，当伊甲圣殿中间捌真济道理，捌真济遮圣经的人开始伫遐咧问答的时阵，众人拢感觉非常的惊讶。只不过是一个12岁囡仔，是安怎伊对着圣经的了解遮尔深，遮尔有智慧？我是可以讲，圣神甲着耶稣基督的成长同齐做伙。上帝也是为着耶稣备办一个身躯，也是互这个身躯的成长。当耶稣开始要来完成伊传扬上帝国的信息的时阵，伊也为着伊备办一个开路先锋，这人叫做施洗约翰。耶稣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施洗约翰的洗礼是咧讲悔改，悔改归向伫上帝。施洗约翰的洗礼甲着伊的教导，是为着耶稣基督福音的来临来备办道路。所以施洗约翰非常清楚，我毋是基督，我是为着基督来做备办。备办道路，然后要将基督显明伫人的中间。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阵，有一项代志发生，圣神亲像井仔降临伫耶稣的身上。天父上帝对天顶出声安尼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心欢喜伊。”通过这个洗礼，耶稣成做上帝的囝，这款的身份来显明。毋但是显明耶稣基督做上帝的囝这个身份，也奠定耶稣伊来，伊是要做基督，伊所做的是基督的职分。圣神的降临，互耶稣有这款的能力来执行。来完成基督的使命。施洗约翰安尼讲：“我是用水甲恁行洗礼，互恁通悔改。总是有一个气力比我佫较大，伊要来。当伊来的时阵，我看起伊，我就是甲伊头下遐大，我也袂看见，因为伊非常的尊贵。我是用水甲恁行洗礼，总是当即个气力比我较大的来的时阵，伊是要用圣神。”甲恁行洗礼，用圣神甲人行洗礼，互人的灵会通得到顶头生，这拄拄是基督的使命。所以咱拄则讲，耶稣诞生的时阵，是三位一体上帝共同的作为。当然，咱也看去，伫耶稣受洗礼的时阵，嘛是共款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咱看去受洗的圣囝耶稣基督，咱看去圣神对天顶降临，亲像井仔伫耶稣的身上，咱阁听去对天顶有声安尼讲，这是我所疼的囝，我心欢喜伊。除了圣神出现伫耶稣的出世，甲着伊受洗礼、伊成长的过程以外，
也出现伫耶稣开始要出来侍奉上帝时阵，伊爱经过试探。圣神将耶稣带到伫旷野来接受魔鬼的试探。姊妹，这个是非常要紧，咱爱去斟酌的所在。任何一个要侍奉上帝的人，拢会拄着试探。咱若无赢过这个试探，咱对上帝的侍奉会功亏一篑。咱若无对耶稣赢过试探，这款来得到学习的时阵，咱爱斟酌，咱也爱说你侍奉上帝，无拄拄上帝欢喜。当魔鬼试探耶稣时阵，第一句话就安尼讲：你若是上帝囝，你若是上帝囝，你会通做这，你会通做迄，你会通做这。要来试探耶稣，是毋是真正伊知伊是上帝囝，应该做什么款的决定？耶稣面对妖恶，看到假面伫头前的时阵，这个魔鬼甲伊讲：你会通将石头变做饼。拢是耶稣认可妖恶，伊无爱接受这款的试探。魔鬼甲伊讲：你对顶面的所在跳落来，人会甲你讲，你会通行神业，正人拢会甲你学了。耶稣拒绝这款行神业的引诱。魔鬼甲伊讲：你看天顶地下所有这荣华富贵，拢已经伫我，你只要降服跪拜我，我就将这个拢赏赐互你。耶稣拒绝这种的引诱。耶稣坚持一项事，人活的毋是靠食物，是靠上帝的话。耶稣坚持一项事，要行神业，毋是要家己得到荣耀，是要荣耀上帝，毋是要增加家己的名声，是要互人真正得到利益，上帝真正得到荣耀。耶稣在要得到权利，你毋是魔鬼下拜。你应该敬拜只有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是伊唯一的倚靠，上帝的话是唯一的准绳，顺服上帝旨意是唯一的选择。当伊安尼行，当伊安尼做的时阵，伊堪得成做上帝的囝。耶稣成做人的款式，甲咱人同款，拢有一个身躯。只要你有身躯，你就会受到试探。所以也因为耶稣有身躯会受到试探，所以希伯来书内底学了耶稣安尼讲，因为伊也捌受到试探，所以伊会通体贴，也知影咱肉体的软弱。总是伊甲咱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伊受试探，总是伊无犯罪。但是耶稣受试探无犯罪，这个秘诀伫倒位？这个奥秘伫倒位？在伫有圣神甲这个人子耶稣三角地带，这个要甲咱讲一个要紧的代志，要赢过撒旦的引诱，要赢过罪恶的关系。咱倚靠的毋是咱容易降服、容易妥协的肉体，咱所需要倚靠的是会甲这个罪来对抗，甲咱肉体的情欲三角对抗的圣神。只有圣神伫咱的内面的时阵，咱才有一款的气力，会通赢过魔鬼的试探。当耶稣伫旷野来接受试探，受试探的时阵，上帝加添伊气力。经过试探了后，圣神佮充满伊的生命，装备伊来传扬上帝国福音。耶稣一方面传扬上帝国的福音，一方面教导人关于上帝的代志，一方面也对着伊有济济信力。预备赶鬼，拢充满了圣神予伊的能力。当咱咧看耶稣的故事的时阵，你若想来看，你会常常看到一句话：因为圣神甲伊三角地带，也因为圣神甲伊三角地带，所以伊生命中间充满了气力，互所有听起讲道的人，感觉这个人所讲的话无共款；互所有经着伊医治的人，感受到伊生命中间这种的权能甲气力。但耶稣也非常清楚，伊会通做这个工，是因为靠着圣神的气力。所以当伊开始出来传道理的时阵，伊第一句话，伊就安尼讲：主的神临到伫我，圣神临到伫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丧丧的人。伊有找我对受了的人讲，恁会得到讨饭。
对青的人讲，恁会通得到光明；对受压制的人讲，恁会通得到自由，来宣扬主欢喜的年。那伫传扬上帝国过程中间，有时阵耶稣也需要将遐会歹的神给赶走。耶稣安尼宣告：独独我若靠上帝的神来赶鬼，就上帝的国要临到伫恁。拄拄因为互圣神所充满，耶稣讲道大有关联，医治大有气力，赶鬼嘛大有气力。但一路军队耶稣做伊学生的彼得。落尾上去到耶稣，伊所做遮个代志，伊做一个总结。伊安尼讲：，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上帝用伊的圣神来告抹伊，伊就世界行最好事，以后竟然互魔鬼所压制人，因为上帝的神甲伊三角地的。圣神降临伫耶稣的心中，告抹伊，互伊通承担做基督、做弥赛亚这款的工作。伊一生拢互圣神所充满，靠圣神来做代志，所以会通完成救赎的工程。那伫侍奉的过程中间，互耶稣感觉欢喜的代志，就是互圣神所感动。有一回，伊找遣70个学生出去传上帝国福音，迄70个学生倒来时阵，欢欢喜喜甲伊讲：主啊，因为你的名，连鬼也降服伫阮。耶稣无拒绝因的欢喜。总是耶稣却明明对因安尼讲：我有看去撒旦，亲像细呐对天拨落来。我已经互恁有权，会通吞塔蛇甲吉拉虫，会通赢过对敌拢总的溃力，决断无一项会害恁。总是毋通因为这个邪神降服伫恁来欢喜，就要因为恁的名记载伫天灵来欢喜。当迄时。耶稣讲这话时阵，圣经安尼记载讲，耶稣伫圣神内面来欢喜，圣神感动伊，伊大大欢喜，伊就讲：爸啊，天地主，我学了你，因为你将这个事对伫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就稳捌伊；那对这个单纯的细囝，你就来去明伊。爸啊，因为你看做是好。上帝这奥妙，毋是咱靠咱的智慧、聪明通得到。有时阵是靠咱单纯的信心、单纯的心智，咱会通看到。但圣神毋也是伫耶稣的出世、伊的成长，甲着伊的受洗礼，甲着伊传上帝国福音、伊的医病甲赶鬼同这地地，咱也着爱知圣神伫耶稣基督的死，也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耶稣伫十字架顶最后的一个祈祷是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讲这话了后，佮讲成了，然后断开来死。耶稣所交互爸上帝的神，是伊做一个人，伊的灵魂。所以讲，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伊是专人将家己的灵魂体全部生命奉献伫上帝的面前。所以当伊死的时阵，伊的身躯正做赎罪祭，那是伊的灵魂是归于爸。希伯来书内面佮咱讲。耶稣奉献予上帝是啥物意思？伫希伯来书的第9章第14节，安尼讲，基督是通过永远的神，将家己无有瑕疵来献予上帝。而且咱就爱斟酌甲细腻，耶稣交托予爸上帝伊的灵魂，这是伊做一个人的灵魂。伫这个所在讲，基督是通过永远的灵，这所指的是圣神。圣神帮助耶稣基督，互伊将伊完全的生命，包括伊的身躯，包括伊的灵魂，咱讲的灵魂体，全然奉献伫上帝的面前。因为有圣神在帮助伊，所以伊的生命才会通无有瑕疵来献予上帝。伊的身躯正做赎罪祭，然后伊的灵魂落尾归于伫上帝。换一句话讲，圣神伫耶稣死这项代志顶悬，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毋也是安尼，耶稣在世时阵已经有预言伊的国话，圣神伫伊的国话内面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保罗先生讲到国话的时阵，安尼讲，独独互耶稣对世人中国话的，伊的神若徛起伫恁，就互基督耶稣对世中国话的。也要将伊的神来徛起伫恁中间，
有一天要互恁会死的身躯也得到搁活。彼得对着即个的注解，伊是安尼讲：伊讲基督一摆为着罪来受苦，义的代替不义的，是要带咱到伫上帝。所以人身躯咱会受死，若是论着神、论着灵，咱会通得到搁活。他这个经文拢是后来这个使徒因对着耶稣基督搁活，以及甲着咱的搁活中间的关联所做的注解。这个注解中间拢要指出一项事，就是包括伫耶稣搁活这项代志，三位一体上帝同齐时伫做工。迄个对死搁活的是人主耶稣，迄个会通互耶稣基督对死搁活立伊做主做基督的是圣父上帝。若是为着耶稣基督搁活来做见证，上时互人有气力，为着耶稣基督的搁活来做见证的是圣神上帝。圣父上帝将所应允的圣神来交代伫圣囝耶稣基督，因为完成救赎的工程，然后互即个圣囝上帝会通差遣圣神到普天的特别赏赐，互有信心的信徒，互因会通有圣神点定的生命中间来做搁活的见证。可见圣神伫耶稣基督的搁活这项代志顶悬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当耶稣基督伊对死搁活，这个转变的过程，对死搁活，对原本死亡到伫搁得到生命，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间，咱会通看见伊甲圣神的关系，也经历一种的改变。原本耶稣活伫这个世间，伊是用肉体存在方式来伫学生的中间，行伫人的中间。就是当耶稣基督死甲搁活了后，伊毋是用肉体的形式徛起伫咱的中间，伊是用赐生命的神的方式，继续来徛起伫咱的中间，甲咱产生的互动。所以保罗先生安尼讲，即个落尾的亚当，正做享受活命的神。甲着原本的亚当无共款，原本的亚当是上帝用伊分一口气，互伊正做有活命的人。若是即个落尾的基督，落尾的亚当基督，伊是正做会通享受人活命的神。即个享受人活命的神是基督搁活了后才出现的，所以咱信徒会通过着一个属灵的新的生命，就是咱会通领受即个赐生命的神。保罗先生讲非常的清楚，咱无搁再凭着外貌，就是凭着外体伫这个所在来认捌基督，咱是凭着迄个赐生命的神，就是圣神来认捌耶稣。搁我的主按着学生显明，所以伊差遣因到伫世间的时，按因分一口气，讲恁着接受圣神，赐生命的神来享受互这学生。这个分开的动作，拄拄象征圣神要大大降临。伫耶稣死伫十字架迄个时刻，伊做一个人，伊甲圣神中间的互动，到一个这个坎站做一个段落，然后马上做一个转变。这个转变就是耶稣对死搁活了后，领受父上帝所应允伊的圣神，互伊正做赐生命的神，伊会通按着门徒来分开。爱因来接受圣神，伊会通伫五旬节的时阵大大压灌圣神，然后建立教会。伊会通正做赐生命神来点伫信徒的生命内底。约翰福音书第7章第37节到39节，一个圣经学者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看到其中要紧的所在，就是耶稣甲着圣神中间特别的一个关联。这段经文是安尼讲。当节期的尾日，就是上大的日。耶稣徛地安尼讲：，今后喙焦的人就来招近我来啉，信我的人要亲像圣经所讲，有活水的溪流，要对伊的腹内来流出。伊安尼讲是要指信伊的人要领受圣神，因为迄时圣神还未赏赐，因为耶稣还未得到荣光。这段经文要帮助咱了解，耶稣是通过十字架的死，甲对死搁活来荣耀上帝，也对上帝得到荣耀，赏赐伊所应允的圣神。圣神大大会通降临，是因为耶稣伊有死甲搁活，然后通过这个荣耀上帝，也得到上帝荣耀过程中间，圣神
来成做享受互人生命神。信拜上帝甲信仰上帝同齐来找见圣神，但是信仰上帝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因为伊要求爸享受互所有这学生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神。爸因为囝缘故，所以也欢喜找见圣神。伊首先将这个圣神享受互这个国外的主基督，然后互这个基督会通将圣神找见来到伫门徒的中间。换一句话讲，咱伫世界国外这样代志顶悬，伫找见圣神这样代志顶悬，咱犹原看到三位一体上帝同齐咧做工。这一方面显示这样代志非常的重要，一方面也来说明基督死伫十字架，国外上天归伫爸非常的要紧，因为伊若无去，也圣神就无受差遣来到伫咱中间。所以耶稣要离开的时阵，讲了非常的清楚，我去是对恁有利益，我去就要找圣神来到伫恁中间。圣神成为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受差遣来到伫咱中间。所以来到伫咱中间，上是要点伫咱生命内面的圣神，介重要的一个使命，毋是行神事、行纪律，毋是，是要帮助咱了解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上时也通过这个要荣耀耶稣基督，也通过荣耀圣经耶稣基督来荣耀爸上帝。当兄弟姊妹，咱看耶稣的一生，咱会通看见伊甲圣神中间这种非常亲密的关联。咱会通将伊来讲三点。第一点就是耶稣伊对世到国外，拢甲着圣神袂通分开。伊是我靠圣神的气力来做基督，来做上帝的囝。第二，耶稣伫十字架顶，伊将家己的灵魂交互爸，也常时通过圣神将家己献上，成做完全的赎罪。第三，特别上帝接纳耶稣的灵魂，甲着伊所献的赎罪祭，入伊做主做基督，常时将圣神来赏赐互伊，互伊会通将圣神赏赐互学生。会通找见圣神来到伫咱中间，耶稣对咱来讲非常的宝贝。同款，迄个对头到伫落尾，拢甲耶稣同齐做伙的圣神，对咱来讲也非常的宝贝。当咱咧相信耶稣基督的时阵，毋通袂记记，咱也着接受圣神，也着爱捌圣神。咱对着耶稣的了解，才会矫正；咱对耶稣的生命，才会通愈来愈深入的经验。有一首的诗歌叫做《宝贝圣神》，这个歌词的内容，因为是这个广东人所写的诗歌，所以表达方式甲咱小可无共款。不过，内容非常的清楚。伊安尼讲：无属伫土壳的认知，也无受到制约，单单因为相信，你的生命就被上帝甲你拍开。这是主圣神所要做的工，毋是用你肉体的目睭来看去，也袂受到你的控制。单单因为相信，你就受到祝福。这是主圣神，无人会通比得这个保惠师，因为伊来要保护你，保护我。无论早起时也是暗暝，伊要带予咱生命安慰。圣神啊！请你藏伫我的内心，伫我的内面光照我，互我做你的奴仆，教导我明白真理。圣神啊，请你留伫我的内心，毋通离开，来指引我的一生所要行的道路。圣神啊，请你常常伫我的内面充满你的奴仆。圣神啊，你是宝贝，求你这个宝贝放伫我这个破碎的灰仔内面。耶稣基督一生对圣神感恩，互圣神感动，互圣神引带，互圣神充满，有圣神的同在，甲圣神同工，所以非常清楚圣神是一个宝贝。所以假使咱祈祷的时阵，毋也是甲咱讲，咱着祈祷天顶阿爸爸上帝，因为甲咱讲，当咱咧求阿爸爸上帝的时阵，着求啥物件，就是求圣神这个好的物件，这个宝贝。伊讲，你若天父上帝恳求的时阵，天父上帝就要将这个圣神、这个宝贝来赏赐予你。咱基督徒称做基督徒，是因为咱相信耶稣基督，
详时欢喜军队耶稣基督。如果圣神伫耶稣基督的生命中间扮演遮尔重要角色，你无法度去想象，讲你要做基督徒，然后你的生命内面无圣神。互咱相信耶稣基督，也通过伊来领受圣神。互咱的生命通互圣神来充满，亲像咱的主互圣神充满共款。当圣神来到伫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伊要做一项代志，互咱的生命会通荣耀咱的主。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你的囝圣神感恩，道成着心，真做人的款式，来到伫阮中间。你互圣神甲伊同在，对出世到伊真做人，对伊成长到伫长大成熟，一直到伫伊传扬上帝国福音，落尾死伫十字架顶。通过这个人，拿撒勒人耶稣，伊具体的生命，互阮看见，圣神会通互人伫听内面来出世，互人伫智慧中间来成长，互人的讲话有权柄，互人做工有气力，互人会通赢过试探，互人会通制服撒旦，互人会通活出上帝你所欢喜，上时会通真实荣耀你的生命。天父，阮的上帝，阮较无即款的生命，阮较无阮的生命是得到你的欢喜，阮较无阮的生命会通荣耀你。通过耶稣基督，伊甲圣神中间的互动，互阮知，阮真正需要圣神。伊也教导阮讲，恁需要圣神。阮的主耶稣基督互圣神所充满，所以知圣神的宝贝，伊也清楚甲阮讲，只要阮求拜上帝，你欢喜将圣神这个宝贝来赏赐互阮。阮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所以也来到伫你的面前，你祈祷，你恳求。爸啊，将圣神赏赐互阮，照你所应允，来带伫阮的内面，互阮的生命得到换心，互阮的生命得到保惠师的安慰、引带甲帮衬，互阮的生命会通成做一个你所欢喜、上时会通荣耀你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